我会来读一段的经文，继续罗马书我们上一周的讲道，在第8章，我们用的是环球圣经译本。因此，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现在断无定罪这回事，因为赐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你自由，脱离了使人犯罪和死亡的律。要知道，律法经由肉体变得软弱，以致无能为力。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取了有罪肉体的样式，成为赎罪祭，在肉体里把罪定了罪，为要使律法的公义规定得以成全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要知道，随从肉体的人关注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关注圣灵的事。关注肉体的就是死，关注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这是因为关注肉体就是仇恨神，因为肉体并不顺服神的律法，其实也不能顺从。属肉体的人无法得到神的喜悦，但你们，如果神的灵的确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属圣灵了。如果任何人没有基督的灵，这个人就不属于基督。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虽然因为罪的缘故是死的，圣灵却因为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神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如果他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也要借着他那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弟兄们，由此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要随从肉体而活。因为你们如果随从肉体而活，就必定死。但是如果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就会活着。要知道，所有蒙神的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人们领受的圣灵，并不使人成为奴隶而再惧怕。相反，你们领受的圣灵，使人得到儿子的名分。靠着他，我们呼叫阿爸父啊。圣灵亲自向我们的灵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是儿女，就是承受产业的人，是承受神产业的人，也就是和基督一起作为承受产业的人。只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也和基督一起得荣耀。以上是神的话。这个麦好像有些回音，看看还有没有？好像还有点，好像还有一点。我们很开心今天莫牧师又回到来我们当中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他今天 Crystal 也在这里，我们也很久没见到他，他也为我们翻译我们恭请莫牧师。大家弟兄姊妹朋友好，你好，你好。我係講廣東話，咁我啲國語都仲係唔係咁好啦 ，sorry 。所以我就今日都係用廣東話，咁多謝 Crystal 翻譯。咁如果大家唔識我，咁我係呢度其中一位牧者啦，就係主要喺粵語堂嗰邊服侍嘅。
咁今日好高興啦，都同大家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啦。今天也很高興來到這個講道，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咁我咧都祈求天父咧，俾我哋喺新一年嘅裏邊咧，更加去親近主耶穌。也願天父讓我們在新的一年裡面，我們可以更親近主耶穌。去好似我哋今年嘅主題咧，活出基督大能的生命。就像我們今年的主題是去活出基督大能的生命。但係我再去諗呢個嘅我哋今年嘅題目嘅時候，當我是在想今年的主題的時候，有時咧我都覺得自己咧即係聽咗好多聖經咁樣啦。有的時候我會覺得好像我自己聽了好多的聖經，但係嗰個大能好似有時係咪感覺唔到？但有的時候是不是並沒有辦法感覺得到所謂的大能？就好似阿 Pico 之前講我第7章羅馬書第7章講我真是苦啊。就像 Fico 剛剛所講的羅馬書第7章那裡講到的，我真的是苦啊。好似咧，有時咧，我哋想好成為一個好聖潔、合神心意嘅人。好像有的時候，我們很希望去成為一個聖潔的、合神心意的人。但係咧，我哋成日咧就好似冇力量咁樣。但我們卻覺得我們好像並沒有什麼力量。好似我哋嘅肉體咧，唔能夠咧去做我哋想做嘅事情。好像我們的肉身並沒有辦法去做我們心裡面想要去做的事情。開一開先，係咁咧，其中咧我諗都大家咧唔知識唔識呢個嘅叫 Philip 啦。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上面的這個叫腓力的人？有冇人識佢咧？大家認識嗎？有啲人識，係。有的人認識。係。咁咧，佢咧最近喺教會裏邊咧係即係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這個人他最近在教會的這個圈子裡面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喺即係基督教嘅裏邊咧，佢係被譽為咧恩典嘅使徒。在基督教會裡面，他曾經被認為是恩典的使徒。佢嗰個嘅著作咧係恩典多奇妙。他有着一個著作叫做《恩典多奇妙》。佢話俾我哋聽咧，上帝嘅恩典係一個永生嘅禮物。他告訴我們，上帝的恩典是一個永生的禮物。佢帶到好多人咧嚟到神嘅面前。他把很多人帶到了神的面前。但係喺一兩個月之前咧，但在一兩個月之前，佢承認咧長期去隱瞞佢太太咧不忠嘅私生活。他承認了他長期隱瞞，對他的太太隱瞞不忠的生活。呢個唔單止係一個醜聞啦。這不單單只是一個醜聞。可能對好多信主嘅人係一個神學嘅危機。也可能引起了很多信主的人來說是一個神學的危機。可能有啲人問，一個咁識得講恩典嘅人，有的人可能會問，一個那麼能夠明白的講恩典的人，點解喺現實生活裏邊生活唔到出嚟呢？為什麼不能在他自己的生命當中把這個恩典活出來呢？但係其實我哋唔需要睇咁遠，係嘛？但其實我們不需要看到那麼遠。我哋睇翻可能我哋自己或者我哋嘅教會。我們可以只看看我們自己，或者是我們自己的教會。可能我哋好多咧都好努力去服侍咁樣。可能我們看到很多人很努力的去服侍。但係我哋知道我哋心裏邊咧，可能我哋好多人都有苦毒。但其實可能我們在心裡面，我們很多人裡面都會有苦毒，有驕傲，有驕傲，可能有啲見唔得光嘅罪，還有一些可能是不能對別人言的罪。但係我哋好感謝神啊！但我們感謝神。今日咧，我哋去睇羅馬書第8章。當我們今天去看羅馬書第8章的時候，當羅馬書咧被認為可能係聖經裏邊一卷最重要嘅書嘅時候，當羅馬書被認為是聖經裡面一卷比較最重要的書的時候，第8章佢哋話係呢本羅馬書嘅一個可以話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卷書，一章係。第8章可以說是羅馬書這一本書裡面最重要的一章，就好似一個嘅內院，一個嘅內殿咁樣。就像是
主的殿裡面的那個內殿一樣。係啦，佢話俾我哋聽，真正能夠去改變生命嘅、改變我哋嘅，唔係我哋去更加努力。他告訴我們要真正的改變我們生命的，不是我們自己更加的去努力，而係我哋咧透過我哋咧去再次明白我哋係主耶穌裏邊嘅身份，而是透過我們自己的生命，讓我們更加的去明白我們在主耶穌裡面的身份。從一個咧好恐懼嘅法庭，從一個我們恐懼的法庭，去到喺父親裏邊嘅家。轉移到一個在父親裡面的家，有父親裡面的家。係，sorry 就好似咧其實就係聖靈喺我哋當中去轉化我哋生命。那其實就是當中有聖靈在裡面去轉化我們的生命。咁我哋喺睇聖經之前咧，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去禱告。在我們看聖經的章節之前，我們一起來禱告。好，阿爸天父。阿爸天父。當我哋即係去睇你嘅話語嘅時候，當我們來看你的話語的時候，求你唔單止去攪動我哋嘅思想，求你不單單的來啟發我們的思維，更加去重新去調整我哋嘅心，更加的可以去重新的調整我們的心。求主再次去改變我哋，求主再次來改變。我哋奉主耶穌名求。我們奉主耶穌的名求。係咪？我哋咧基督徒嘅生命就係要去改變。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個要去改變的生命，更加去似我哋嘅主耶穌。我們要更加的去像我們的主耶穌。我哋首先要明白嘅係，我哋今日斷無定罪。我們首先要明白的是，在今天我們斷無定罪。咁我請 Crystal 同我哋再次讀咧1至4節。羅馬書第8章的1到4節，因此在基督耶穌裡的人，現在斷無定罪這回事，因為賜生命之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使你自由，脫離了使人犯罪和死亡的律。好。要知道，律法經由肉體變得軟弱，以致無能為力，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取了有罪肉體的樣式，成為贖罪祭，在肉體裡把罪定了罪，為了要使律法的公義規定得以成全在我們這些不隨從肉體而隨從聖靈去行的人身上。呢度最重要嘅經文係一開始話我哋斷無定罪。這裡最重要的經文是從一開始所說的，我們斷無定罪。呢個唔係話我哋較少冇即係冇定我哋一啲罪啊，或者淨係針對我哋一啲大嘅罪咁樣。這裡並不是說只是去赦免一些比較小的罪，或者是只去關注去定那些比較我們認為比較大的罪。佢係話絕對同埋全盤嘅一個嘅法律嘅一個嘅肯定。這裡所說的一個是全盤所有法律上的一個。而點解嘅一個判決係啦，判決喺呢個判決係因為我哋喺主耶穌基督嘅裏邊。這個判決是因為我們在主耶穌的裡面。當我哋用信心歸喺主耶穌嘅裏邊。當我們用信心把自己歸在主耶穌的裡面。我哋喺神面前斷無定罪。我們在神的面前就斷無定罪。但係有時點解我哋仍然感受我哋嘅心情係好沉重嘅咧？那為什麼有的時候我們還是會感覺到我們自己的心情是有點沉重呢？可能我哋都仍然好似被罪去捆綁我哋咁啦。可能我們是不是也有時候會覺得我們還是被罪捆綁呢？可能我哋仲係覺得有種羞恥嘅感覺。有的時候是不是有一些羞恥的感覺？可能我哋咧患咗呢個嘅靈性嘅一種嘅健忘症。那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有的時候患有了一種叫做靈性的健忘症。就係我哋咧當我哋去信咗主之後咧，我哋仍然醒來嘅時候咧，我哋仲係認為我哋要
我哋嘅表現。就是可能有时候当我们其实已經信主了，但當我們醒來的時候，我們還是覺得我們需要去按照我們的表現，我哋嘅名聲，我們的名聲，我哋所做嘅事情，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哋嘅面子。我們的面子。當我哋失敗嘅時候咧，當我們失敗的時候，我哋忘記咗我哋喺基督嘅裏邊。我們會忘記了我們其實在基督裡面。我哋翻去之前咧，喺法庭裏邊嗰種嘅羞愧，回到了當初站在法庭上的那種羞愧，好似耶穌神嗰個嘅判決仍然唔夠咁樣。好像神對我們的這個判決依然沒有辦法赦去我們的愧疚。但係我哋要記得發生咗啲咩事情。但我們需要記得到底當中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就係上帝執行咗一個所謂咧神聖嘅一個嘅替換。那就是其實上帝是在我們當中執行了一個神聖的替換。神差遣佢嘅兒子，神他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咗罪嘅形狀，成為了罪的形狀。佢咧將我哋咧殺死咗我哋喺人生裏邊嗰種嘅罪。殺死了他在我們裡面人格裡面的這一個罪性。佢咧將呢個嘅罪咧去擺咗喺耶穌嘅裏邊，把這個罪放在了耶穌他自己裡面，然後去處決咗。然後處決了。所以咧，當耶穌喺十字架嘅犧牲，所以耶穌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唔單止係代表佢愛我哋，不單單只代表了他愛我們，佢更加喺十字架上面成就咗律法公義嘅要求。他更加是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律法對公義的要求。律法嘅要求咧，唔再係透過我哋更加努力去滿足。律法對我們的要求不再是去要求我們更加努力的去滿足，而係我哋所有依靠佢聖子所完成嘅工作。而是我們所有人去依靠耶穌作為聖子他的工作。呢個其實我哋所有基督徒唯一站立嘅根基。這是我們所有成為了基督徒的人所能站立的根基。改變係可能係因為呢個嘅債已經還清咗。sorry， 改變係有可能嘅。改變是有可能的，係因為呢個債務已經係因住耶穌嘅血償還。因為這一個債已經因着主耶穌基督的寶血被償還了。我哋今日咧唔再需要羞恥。我們今天不再需要羞恥。咁所以咧，我都想大家咧向大家嘅弟兄姊妹講。我也希望向弟兄姊妹們說一句。你同你隔離嗰個講。跟你旁邊的弟兄姊妹說。你喺基督裏邊。你在基督裡面。不再定罪。不再被定罪。好嘛，好嘛，好嘛。我哋喺基督裏邊咧，不再羞恥。我們在基督裡面不再羞恥。我哋記得呢樣嘢係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以致我哋有能力去改變。以至於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去改變。但係我哋呢個嘅改變咧，但我們這樣的改變，仲需要內在嘅力量。還需要內裏的力量。我哋咧跟住去睇第5節到第13節。我們接下來看羅馬書第8章的第5節到13節。我哋可能就咁讀請阿 Crystal 讀第5節。羅馬書第8章5到13節，隨從肉體的人關注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關注聖靈的事。關注肉體的事就是死，關注聖靈的事乃是生命平安。你們若靠着聖靈致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着。我諗咧，呢度係講緊我哋改變啊嘅關鍵。我想這一段經文裡面講的是我們內在改變的一個關鍵。我哋咧信徒同呢個世界嘅人有咩唔同咧？跟這個世界上的人不信的人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哋有聖靈喺我哋裏邊。我們有聖靈住在我們的裡面。我哋可以
唔同嘅一個嘅思想去睇呢個嘅世界。我們可以用一個不同的思維方式去看這個世界。我哋關鍵嘅咧係我哋可以咧去關注聖靈嘅事情。關鍵的是，我們可以去關注聖靈的事情。咁聖靈嘅事情係咩咧？那聖靈的事情是什麼？如果大家繼續去睇第8章嘅時候，如果我們繼續的去看第8章的時候，就係基督為我哋所做嘅一切，就是基督耶穌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恩典嘅確定，是恩典的確定，同埋我哋係上帝兒女嗰種嘅喜樂。是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的那一種喜樂。我哋每日起身，我們每天起床，其實我哋就可以選擇，我哋究竟係關注聖靈嘅事情啊，那我們就可以去選擇，我們到底是要去關注聖靈的事情呢，或者係我哋肉體嘅事情，還是關於我們肉體的事情？就好似話我一起身，我有啲嘅負面嘅情緒，就好像我早上起來有一些負面的情緒，我好多嘅憂慮，或者是有很多的憂慮，咁呢啲好正常係嘛？這些其實都很正常。但係如果我哋呢啲咁嘅憂慮去籠罩我哋，但如果我們被這樣的憂慮籠罩了我們，我哋可能忘記咗其實我哋係上帝嘅兒女。那我們有可能會忘記了，其實我們已經是上帝。我哋每日要去教翻我哋向關注聖靈嘅事情。我們每天要把我們自己的關注調回到去關注聖靈的這一個頻道，用禱告咧嚟到神嘅面前。用禱告來到神的面前。但係呢個體貼聖靈嘅事情咧，唔單止係我哋點樣去即係去睇我哋嘅世界。這個體貼聖靈的事情，並不單單只是說我們怎樣的去關注我們的世界，而係更加去咧呢度講咧要治死罪。這裡更加關鍵的是講到是要去治死罪。喺7至12節咧，呢度一路講咧。肉體嘅，我哋關注肉體嘅時候咧，不能夠討神嘅喜悅。在羅馬書第8章的7到12節裡面，保羅繼續的說，關注肉體的事，並不能討神的喜悅。但係咧，去到第13節，佢話要治死身體嘅惡行。來到了第13節，保羅去給出了一個命令，是說要治死身體的惡行。呢個意味住咧。全心全意抵抗我哋嘅罪，那就意味着我們要全心全意的去抵抗我們的罪。呢個係代表咧，即係對所有錯誤嘅態度或者行為作一個嘅宣戰。是代表了我們要對所有錯誤的態度或者是行為要做一個宣戰。即係我哋唔係玩玩下咁樣，不是玩玩而已。即係咧，我哋唔係話我哋可以控制呢個罪嘅，也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去控制這個罪，或者我話我做少少啫，或者我們說我只是稍微做一點點這種事情，然後我哋盡可能去離開佢，而是我們要盡可能去離開，盡可能去避開佢，盡可能的去避開這種事情。我哋激烈咁樣抵抗呢啲嘅罪，我要去激烈的抵抗這種罪。而點樣去做呢樣嘢咧？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呢？我哋要去察驗自己嘅內心，我們要去查驗自己的內心，同埋去將福音應用出嚟。要將福音應用在我們的生命當中。聖經大家呢度睇到嘅係點樣做咧？聖經在這裡告訴我們的應該要怎麼做？佢話我哋好似一個欠債者咁樣啊。他說我們像是一個欠債的人，但唔係欠呢個肉體啊，並不是欠我們自己的肉身。講緊係我哋欠緊我哋嘅主耶穌。說的是我們欠我們的主耶穌。其實咧，我哋可能咧基督徒點樣嘗試去抵抗罪咧？那基督徒怎麼樣嘗試去抵抗罪？可能我哋咧話如果我咁樣做咧，上帝會懲罰我係嘛？可能我們會說如果我做了這些事情，上帝可能會懲罰我。我可能違反咗基督徒嘅原則，所以我唔好咁做係嘛？可能我們會說因為我們這個事情違反了基督徒的原則，所以我們
不那麼去做，又或者咧係傷害咗我哋身邊嘅人。或者是這些事情會傷害到我們身邊的人，但係呢啲都唔夠係嘛？但其實這些的動機都不夠。我覺得咧其實我哋如果坦白啲，但由我們對自己更誠實一點，我哋其實所有就算信咗主嘅人都有各方面嘅掙扎。其實信了主的人，我們自己本身都有各方面的掙扎。咁可能我自己都有啦。可能我自己也是有的。我其實應該要點樣嚟到去抵抗咧？那其實我自己到底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抵抗呢？我哋要用福音嘅邏輯。我們是要用福音的邏輯。我哋要諗神為咗我哋做咗啲咩咧？我們要先去思想神到底為了我們做了什麼東西。我哋係咪真係去再踐踏佢對我哋嘅愛咧？我們是不是真的要再次去踐踏他對我們的愛？佢對我哋嘅憐憫，他對我們的憐憫，佢對我哋嘅恩典，他對我們的恩典。呢個係咪我哋咁樣去犯罪嘅時候？當我們去犯罪的時候，係咪對嗰位為我哋流血嘅主耶穌？是不是對那一位為我們流血的主耶穌嗰個嘅回報咧？的回報？願意咧，我哋今日我哋聖靈提醒我哋，希望聖靈今天在這裏提醒我們，我哋係主耶穌為我哋做咗幾咁大嘅事情。主耶穌為了我們做了何其大的事情，以致我哋咧喺罪嘅面前，罪完全失去咗嗰種嘅吸引，以至於罪在我們的面前完全失去了吸引力。聖靈提供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思維俾我哋，讓聖靈給我們提供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思維。願我哋咧都好認真咁去對待我哋嘅罪，讓我們都很認真的去對待自己的罪，每日對自己講返神嘅恩典。每天向我們自己去講，去回顧神對我們的恩典。所以咧，今日咧第二句我哋要記得下，同弟兄姊妹講嘅。所以第二句我們可以記得，並且對弟兄姊妹說：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不再做罪嘅奴僕，你不再做罪的奴僕。好唔好啊？我哋同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再講下，再說一次，再一次啊！好，我哋不再羞恥，我們不再羞恥，我哋不再被罪奴役。我們不再被罪奴役。最尾我哋其實今日咧，神俾咗一個目的同使命我哋。最後神也給了我們一個目的和使命。我哋咧能夠從一個法庭式嘅信仰，我們可以從一個法庭式的信仰，今日能夠成為神家裏嘅人，而變成了一個可以成為神家裏的人。有時我哋以為我哋自己被赦，有時我哋去再睇埋咧，不如睇埋第14節至到第17節，可唔可以有啊？繼續看羅馬書的第8章14到17節，這樣說：要知道，所有蒙神的靈引導的人都是神的兒子。你們領受的聖靈並不使人成為奴隸，而再有懼怕。相反，你們領受的聖靈使人得兒子的名分，靠着他，我們呼叫阿爸父。係可唔可以讀埋？聖靈親自向我們的靈證實我們是神的兒女。如果是兒女，就是承受產業的人，是承受神產業的人，也就是和基督一起作為承受產業的人。只要我們和基督一起受苦，神的目的是要我們也和基督一起得榮耀。喺保羅嘅時代，在保羅的時代，領養咧通常係一個好有錢嘅成年人。領長通常是一個很富有的成人，佢冇繼承者，他沒有繼承人。咁領養嗰時候發生啲咩事咧？在領養的過程當中發生了什麼呢？佢嗰個嘅兒子，他的兒子，所有嘅債務同法律嘅義務咧都被清償。之前的所有的債務跟法律的義務都被清償。佢有一個新嘅名，他有了一個新的名字。所有財產咧都係屬於嗰個後字嘅後字嘅後
所有的財產都是屬於那一個後嗣。係啦，咁咧之後咧，而如果呢個新嘅兒子咧，亦都要尊敬同埋討呢個父親嘅喜悅。他作為這個兒子，也要去尊重和討父親的喜悅。呢個就係我哋經文嘅背景。這就是我們經文的背景。我哋今日我哋所有信主嘅人，今天我們所有信主的人，都係上帝嘅兒女，都是上帝的兒女，都係咧被領養嘅。都是被領養的。點解我哋被領養咧？為什麼我們就係凡上帝靈引導嘅，都係上帝嘅兒女。就是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子。我哋嘅真理就係，一旦我哋將信心擺喺耶穌嘅裏邊，我們的真理就是一旦我們把信心放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哋有三樣嘢。我們就有三方面。我哋喺基督嘅裏邊，我們是在基督的裡面。我哋有上帝嘅靈，我們有了上帝的靈，聖靈。我們有了聖靈。我哋係上帝嘅兒女。我們是上帝的兒女。呢個唔係我哋一出生就有嘅事情。這並不是我們出生就有的事情。因為罪嘅緣故，我哋本來係孤兒。因為罪的緣故，我們本來是孤兒。我哋本來係奴隸。我們本來是奴隸。但係藉住聖靈，但借着聖靈，我哋被呢個嘅叫做我哋即係被領養。我們被領養。我哋被領養。我哋領養咗之後有咩嘅好似頭先所講，有咩嘅好處？我們被領養了以後有什麼樣的好處呢？我哋再唔處於恐懼嘅裏邊。我們不再處於恐懼當中。可能做一個僱員啦，你哋。可能作為一個僱員。我哋可能都驚做錯，係咪啊？我們是不是有時候怕做錯事情？但係我哋對住我哋嘅爸爸。但我們對着自己的父親。我哋就冇咗呢種嘅恐懼。我們就沒有了這份恐懼。我哋有權柄，係咪啊？因為我們有了權柄。我哋本來咧如果我哋係僱工嘅話，我哋冇嗰個權柄去做事。本來如果我們是僱工的話，我們並沒有這個權柄來做事。但係如果我哋係上帝嘅兒女，但如果我們成為了上帝的兒女，我哋有嗰個能力戰勝罪。我們有了能力去戰勝。我哋去行喺呢個世界上面，我哋知道呢個世界係屬於佢嘅。我們行走在這個世界當中，我們知道這一個世界是屬於我們的阿爸天父。我哋同我哋嘅父有一個親密嘅關係。我們跟我們的父親有一個親密的關係。呢度講我哋可以呼叫阿爸父。我們這裡經文說的是，我們可以呼叫他阿爸父。阿爸父佢係亞蘭文，其實就係爹哋嘅意思。阿爸父是一個亞蘭文的詞彙，它其實就是 daddy 的意思。就係一種好親密嘅關係，我哋先叫嘅。是一種很親密的關係的稱呼。我哋可以呼叫阿爸父。最尾我哋有一個嘅確據。最後我們也有一個確據。聖靈去話俾我哋聽。聖靈告訴我們。當我哋唔覺得佢係我哋嘅阿爸嘅時候，聖靈係啦。當我們意識不到他是我們的阿爸的時候，聖靈去話去證明你係永生神嘅兒女。聖靈會告訴我們，我們是永生神的兒女。帶住呢啲嘅唔同嘅特權，帶着這一些不一樣的特權，我哋可以保羅喺最尾咧去轉向我哋嘅使命。保羅在最後的地方轉向了我們的使命。我哋係上帝嘅後嗣。我們是上帝的後嗣。係基督嘅基督同作後嗣。是和基督一起同作後嗣。我哋咧被領養唔係單止有一個嘅家，今日。我們被領養並不單單指我們有了一個家，而係我哋咧去要承受咧家族嘅生意。我們是要去承繼家族的生意。我諗我哋今日咧好多人，我哋唔能夠喺屬靈上面繼續向前。可能今天有一些人覺得我們不能在屬靈上面繼續的向前。係我哋仲係當自己僱工。我們還是把我們自己當做僱工。我哋咧要喺上帝嗰度攞一啲嘅零用錢。我們可能只是從上帝那裡拿一些的零花錢。我哋祈求多一啲嘅平安。我
我們可能祈求多一點點的平安，多一啲嘅健康，多一點點的健康，多一啲嘅成功，多一點點的成功，足夠我哋去讓我哋嘅身體能夠活得舒服一啲。這些一點點足夠讓我們的肉體的生活可以活得更好一點。但係後至，但是後世，如果我哋佢嘅兒女，我們如果成為了兒女，我哋關心嘅我們關心的係家族嘅生意。是家族的事業。其實我自己喺度諗，有時服侍好難係嘛？有的時候我自己也會想，服侍很難。但係我哋如果我哋僱工，可能覺得困難嘅時候，我哋辭職。但如果我們作為僱工的話，我們可能覺得困難的時候，我們自己會去辭職。但係後至喺危難裏邊，但後至他在危難當中，佢知道咧，呢個工作咧係屬於佢嘅，他知道這個工作是屬於他的，幾難都要繼續做。即便是很難，也會繼續做下去。其實我哋父親嘅生意係啲咩咧？那其實我們天父的事業是什麼呢？係將萬物去歸翻俾佢，是把萬物歸回給他，萬族萬民得到救贖，讓萬民得到救贖。我哋今日需要去停止去問我哋嘅靈魂係咪安舒？我們今天需要停止去問自己，我們的靈魂是不是安舒？而係我哋作為神嘅後嗣，而是我們作為神的後嗣，我哋點樣好好去管理父親嘅事業咧？好好的去管理父親的事業。我哋咧不再去隱藏，我們不再去隱藏，我哋今日關注父親嘅事業，而是去關注天父的事業。其實咧，我哋嚟到第8章呢個17節嘅裏邊，當我們來到第8章嘅17節，我哋咧佢所講嘅咧，唔係叫我哋舒服繼續坐，繼續去享受神嘅家。他告訴我們的不是讓我們舒舒服服的繼續去享受神的家，而係咧門外已經有好多需要嘅人，而是我們要看到門外那些很多需要的人，佢正等待我哋上帝嘅兒女去顯明佢嘅愛。他正等待着上帝，我們作為上帝的兒女去顯明上帝的愛。我哋最後啦，到結束。當我們來到最後結束的時候，讓我做一個嘅總結。讓我來做一個總結。我哋今日咧不需要再羞恥。我們今天不需要再感到羞恥。當呢個世界或者魔鬼去控告我哋嘅時候，當魔鬼在控告我們的時候，我哋去站起嚟。我們可以站起來。我哋去深呼吸。我們可以深呼吸。我哋話我哋喺基督裏邊。我們可以宣告我們在基督裏。斷無定罪。斷無定罪。我哋第二樣嘢，我哋重調咧聖靈嘅頻率。第二是，我們可以重新的調回到聖靈。當我哋感覺到我哋有好多嘅苦毒，我哋嘅罪再喺我哋當中嘅時候，當我們感覺到我們心裡面有很多的苦毒，或者是我們的罪在我們裡面的時候，我哋記得睇我哋去用聖靈去睇呢個嘅世界。我們記得要用以聖靈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我哋去治死我哋裏面嘅罪，以至於我們可以治死我們裡面的罪。我哋最尾去認領翻我哋喺我哋天父嗰個嘅我哋係佢嘅承繼者。最後我們要去認領我們成為了天父的這個承繼人。我哋今日。我們問自己，我們今天我哋點樣將神嘅恩典帶去呢個嘅生活裏邊？我們如何的將神的恩典帶到生活當中？點樣將咧神嘅醫治帶去我哋嘅職場、我哋嘅教室、我哋嘅家庭裏邊？我們如何將神的醫治帶到我們的職場、我們的教室和我們的家庭？讓我哋咧都進入呢個世界嘅時候，我哋去呼叫阿爸父。讓我們在進入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呼叫阿爸父。讓我哋咧去活出基督大能嘅生命。讓我們可以活出基督大能的生命。我哋一齊去神面前去禱告。我們一起在神的面前禱告。
天父，我哋滿心感謝你。天父，我們滿心的感謝你。你唔單止讓我哋不再定罪，你不單單的要我們不再被定罪，你賜咗聖靈俾我哋，你賜給了我們聖靈，以致我哋每日可以用聖靈去睇我嘅世界。以至於我們每天可以通過聖靈來看這個世界。我哋去體貼聖靈嘅心意，可以去體貼聖靈嘅心意。我哋可以咧去治死我哋心裏邊嘅罪。以至於我們可以去治死我們心裡面的罪。我亦都感謝天父你，今日我哋可以叫你爸爸。我們也感謝天父，你能讓我們今天可以叫你阿爸。因為主耶穌已經喺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在十架上成就了救恩。你今日已經領養咗我哋每一個。你今天已經領養了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就求天父叫我哋體貼，去想念你嘅事業。要求天父來，讓我們可以更加的來體貼想念你自己的事業。去帶來呢個世界各樣嘅醫治。去讓我們來帶來在這個世界上各樣的醫治。我哋咁樣祈禱。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名求。奉主名求。阿門。